伫咧台中市有一个负责人伫网络互人爱情诈骗，头尾拢总7摆，互对方142万。每次对方佫要求互伊100万，伊感觉家己哪像去互人骗，遂报警察。警方掠到来收钱的车手是一个77岁的欧里桑。调查发现，这个欧里桑嘛，哪像拄到爱情诈骗，因为伊讲是一个查某人叫伊来收钱的。目前警方正在调查。警察，来坐这，来这，把他诈欺这。警方进入便利商店，是控制穿蓝色衫查甫人的行动，因为伊是诈骗集团的车手。不过，警方伫确认相关身份的时，发现伊持有警路卡、紧急保查证。这个车手今年已经77岁。你知影你在做啥无？你做啥？退乡收钱。警方表示，当地接到姓李妇人报案，伊伫面切熟悉一个讲是人伫国外的骨科医生，两个人真有话讲。妇人为了协助对方处理包裹相关费用，到银行领142万，先后分7摆，面交予一个讲是代理商的查甫人。不过后来对方搁一摆要求面交100万，妇人这个时阵才发觉哄骗。就甲警方合作，伫第8摆面交的时，逮捕77岁姓翁的车手。警方当场逮捕罕见的高龄77岁车手。不过，该名翁姓范闲向警方供称，他也是被诈骗集团以网络交友、情人欺骗，只是帮忙收货款而已，才会一直面交取款。警方调查，这个嫌犯住伫新北市，每一摆拢坐高铁落来面交。不过，伊讲也是遭到网络爱情诈骗，是一名女子请伊来收款，煞莫名其妙就变做车手啊。对嫌犯的讲法，警方持保留态度，会调查厘清。幸后又愿将伊以违反洗钱防治法、甲诈欺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。记者综合报道。